Cine Music 最高收聽率20大歌曲。Thank you， 恭喜晒！可能要幫手啊。好，阿伯。好，恭喜唔該。係。有冇得獎感受啊？呢個歌曲攞咗。想多謝黃偉文，因為末日嘅歌詞係佢寫嘅，咁的確係一份好有意思同埋好有啟發性嘅歌詞啦。咁都希望雖然呢首係屬於即係2011年嘅作品，咁但係嚟緊呢一年呢，呢首歌唔係話末日要嚟嘅，只不過就係希望每日大家都可以過得好好，珍惜身邊嘅人同埋你哋擁有嘅一切。祝大家有個美好嘅一年。好，呢個時候將個台交俾 Ivana。Thank you。明晨天將會塌下來吧，突然你我愛的一切，未曾愛夠已火花全文的審判馬上來吧，面前有數百種講法，難分真假。這末日理論預言到那麼可怕，無辜或者講不上，無奈不假。如果禍與福都躲不過，就每天當沒明天，捉緊愛人過，將生活還給我，做每天必修功課。就算知歲月無多，無憾的生存過，遇上這好時代，有這雙你我。非走不可是非走不可，散落茫茫銀河，萬年後沒有我，誰可救助？最後誰亦會流過，重要是留影過。如果禍與福都躲不過，就每天當沒明天，捉緊愛人過，將生活還給我，別教恐慌擊倒我。就算知歲月無多，平實的生存，每天好好過。很壞之中等最好，也許它繼錯。Thank you，多謝。